啊，早了早了。我们大经纪人跟你联系了吗？他说要跟我聊剧本的事儿，说确定时间会告诉你。忘记跟你说了，后天下午2点在新未来酒店。喂，咋的啦？哦，真的吗？那你肯定要去找他呀。这次你可要好好把他给我把握住，听到没？嗯，好，拜拜。大爷您好，什么事？我是来报道的新生。报道？不是明天吗？明天？明天不就9月1号开学了吗？宿舍出去就是综合楼，你要想买啥东西，可以到那里买。对了，今天晚上这里没电，买个蜡烛啥的，明天就来电了。阿姨，我要2根蜡烛，还有1个打火机。哎，谢谢阿姨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是个憨皮，我居然以为今天是31号，人家明天才报道，到早了，学校那么一个人都没有，说我逗不逗？啊，估计最近大姨妈也要来了。你先等我一会儿。哦，你继续说。哦，这个麻烦一块儿结了吧，刚太渴了，给喝了。你这可真是的，这我咋结呀？这有啥不能结的？就拿这个嘚儿一下不就得了？哎，哦，对了，阿姨，刚指甲那儿可乐洒了，要麻烦您再用头发擦一擦。你好，请问一下蜡烛在哪里？哎，这咋都要买蜡烛呀？今天凌霄，凌霄。哪来的音乐？
有人吗？打火机，用一下应该也没关系吧？一会儿再送回来。打火机呢？我明明记得放这儿了，怎么不见了？谁在放歌？是一场孤单游戏，我习惯的事情，却渐渐忘记起曾经。花园不放晴，一直追寻花掉落的意义。我为你醒在紫色的景帝，敬我美好的性生活。你是否也会透过车窗看我戏？像我此刻是抱着此样的心情，我一直找寻那是对的真心，却看到曾经发光背后蓝眼睛。老汉，你把阳台的门打开嘛，好大一股酒味儿。好嘞。老汉，你头发。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大学环境可好了，就是我来早了，
现在还没人儿，冷冷清清的。我现在一个人在宿舍待着呢。好，知道了。你也好好照顾自己哈。天哪！哎呦天哪，啥情况啊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别拿手整啊！你是不是虎啊你？是不是傻？哎呀！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能装这个的东西，这不能直接倒垃圾桶。阿姨一不小心就容易划伤手。你看这个行不行？可以啊。哟。哎呀，我来帮你吧。你们好，我是苏芊芊。谢谢。这回要自己照顾自己了，我和你爸爸怎么放心呀？你叫什么啊？谢霆锋。谢霆锋？嗯。哦。哎，对了，你电话号码多少？我存一下吧。啊，好。以后一个宿舍的多多照应啊。带上的。好。你的号码我也存一下吧。嗯，好啊。你们小朋友以后好好相处哈。我们家闺女生活自理能力差，你们多帮帮她哈。放心吧，叔叔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嗯，好的。你叫凌霄吧，我叫季仔，四季的季，在香刘罗锅的仔。我是凌霄，不过你怎么知道？门口都写着呢，你没看到吗？但是我们位置好像换错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。没事，那我现在换给你吧。没事儿，都是小事儿。你看我都换好了。你动作好快啊！连被褥都弄好了，你是自己带的吗？对啊，你的被褥呢？你怎么没带过来？我以为都是自己买的，我看综合楼超市那边有卖的。那我可以陪你去啊，正好我也要买点东西。好啊，走。这门怎么打不开啊？哎呀，你靠边，我来。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车上有人啊！你以为我透视眼透个门看到你啊？我真是倒了血霉了。他骂啥呢？我这手还破皮了呢。唧唧的怎么了？说谁呢？说你呢？你没事吧？其实也没啥大事。开学第一天，这么倒霉，遇到个倒霉鬼。
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那个门，我那系鞋带那门，咔呲下就开了，还好我铁疙瘩，不然就被撞飞了。喂，到了。我在忙，先不说了。我有啥时候又不理你了啊？妈，有啥事晚上再说吧。你这耳肿啊，得冰敷，要肿得厉害，还得吃药。这挺懂的呀。这宿舍啥也没有，我陪你去超市看有没有冰块吧。哎，没事儿，这点小伤没必要。不行，得弄弄。我小时候就有一次没及时弄，后来住医院差点死了。这么严重吗？那快走吧，我可得好好活着呢。你刚才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像他那种人，我之前见多了，有肌肉没头脑的男人。哎，你说，他这样没素质的人怎么考上我们学校的？估计也不是我们系的，那气死我了。我看感觉像体育生。有可能，今年咱们学校招了好多体育生，估计单词都背不下来。哎，咱们一会儿去买点东西。买啥？我先去趟厕所，你去超市问问有没有冰块。好，一会儿你找不到给我打电话。喂，姐，你咋回事啊？老突然消失，闹哪出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学生会这边忙着接待新生，一会儿结束去找你啊。行。我去买点东西。我室友受伤了，陪他弄一下。严重吗？不严重，你还是关心人家呢，你得关心关心我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心灵受到了严重创伤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啦，一会儿姐姐请你吃饭。那你必须得请我吃饭。行，挂了啊，姐，拜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能麻烦你给我点纸和姨妈巾吗？啊，我现在身上没钱了，我这有块西瓜，那个能不能先给你当押金呢？等我出去再给你钱，你看行吗？没事，那你等一下啊。哦，好。你买它干啥呀？军训时候当鞋垫用啊。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军训那个鞋呀，鞋底薄的要死，你站1个小时你脚就巨疼。加上这个之后就舒服多了。哎，我去趟厕所，一会儿回来找你。去吧。哟，这是给女朋友买呀，还是自己买呀？我以为你这头流血了，想跟你洗血呢。我看你现在也没流，那就算喽。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跟你买卫生巾男生计较，不然你早被我揍进医院了。我可太害怕了。谢谢你高抬贵手啊。
哎，你站这儿干啥呢？没事儿，遇到这个买卫生巾的变态。你这买的啥呀？给你。哦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刚才有多丢人？我等着。你们聊什么呢？海绵宝宝，我拿到魏晨的签名了。你对我们后援会贡献这么大，这个签名 T 恤就送给你吧。上次签名会抽中的耳机不是也在你那儿吗？一起寄给海绵宝宝吧。海绵宝宝怎么一直不上线？甜心，你不是跟海绵宝宝最好了吗？他跟你联系了吗？我看看哈。甜心姐姐，我提前1天去学校了，有什么事情请留言。妹妹，你上线联系微微，给她地址，她给你寄礼物哦。你们好，这是我家乡的特产，龙井茶。谢谢。哦，谢谢。你是叫冯磊吧？对，以后多多关照。悄悄地爬上屋檐，心悄悄地慢慢眨眼，花悄悄地低头睡眠，月悄悄地躲。今天他们要一起吃饭，我是部长，我走不开。好弟弟，咱明天吃哈。你抬起头望向天，我却悄悄地把你放在心里面，我努力地往前飞，飞到哪都无所谓，一直到那天边海角。哎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仨男生呀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谢霆锋。怎么是他？此谢霆锋非彼谢霆锋。我的霆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亭亭玉立的亭，锋是道明寺他妈妈道明峰的峰，是目前班级的临时负责人。现在我先来点一下名字啊，苏晶晶，到；冯磊，到；林霄，林霄同学没来吗？到。
一直闭着眼睛，我向前走，是你的目光照亮我背后，灰色空间被开了一角，一路赐予我今天。我也怀念那年夏天的我们，就算沉默了也知道你会懂。你是闪闪发光萤火虫，悄悄把秘密藏在你心中。曾经狂奔却一路寂寞，伸出双手却是我的错。遇见我，你明知不好过，却执意陪我走到最后。